哎呦！哦，金公子啊，哎，请。嘘，进去吧你。其六，必须积功累德，慈心于物，忠孝有悌，正己化人，金孤恤寡，敬老怀幼，昆虫草木，犹不可伤，以悯人之凶，乐人之善，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，见人之德，如己之德；见人之失，如己之失。不彰人短，不炫己长，恶恶扬善，推多取少，受辱不怨，受宠若惊，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。所谓善人，人皆敬之，天道佑之，福禄随之。想山精鬼怪，除鬼驱邪，为的就是度化。笑什么？不许笑！除妖邪，立正法。凡入兰室，必遵循兰室家规，不可坐无端正，不可疾行，不可喧哗，不可以大欺小，戏弄他人，不可无视他人，肆意放纵，不可借人钱财，课堂迟到。回应。在。既然你已经不用听我讲了，那我就来考考你：妖魔鬼怪是不是同一种东西？不是。为何不是？如何区分？妖者非人之活物所化，魔者生人所化，鬼者死者所化，怪者非人之死物所化。妖与怪极易混淆，举例区分。好说，好比你身后那棵活树，沾染书香之气100年，化成人形，有了意识，作祟扰人，此为妖。若我拿了一把板斧，拦腰砍断，只剩个死树墩儿，他在修炼成精，此为怪。清河聂氏先祖所操何业？屠夫。兰陵金氏家徽为白牡丹，是哪一品白牡丹？金星雪浪。修真界兴家族而衰门派第一人为何者？岐山温氏先祖温某。作为云梦江氏的子弟，这些早该耳熟能详，倒背如流。答对了也没什么好得意的。我再问你，仅有一刽子手，父母妻儿俱全，生前斩首者逾100人，横死市井，朴17日，怨气郁结，作祟行凶，何如？不许翻书，都给我自己想。王姬，
你来告诉他，何如？方法有三：度化第一，镇压第二，灭绝第三。先以父母妻儿感知念之，了其生前所愿，化去执念，不灵则镇压。罪大恶极，怨气不散，则斩草除根，不容其存。玄门行事当谨遵此序，不得有误。一字不差。无论是修行还是为人，都该有这般扎扎实实。若是因为在自家降过几只不入流的山精鬼怪，有些虚名就骄傲自满、顽劣跳脱，迟早会自取其辱。先生，我有疑。讲。虽说是以度化为第一，但是度化往往都是不可得的。了其生前所愿，化去执念，说来容易。若是这执念是得一件新衣裳，倒也好说。但若是灭了满门，报仇雪恨，该怎么办？故以度化为主，镇压为辅，不灵则灭门。暴殄天物嘛。其实我刚才并非不知道这个答案，只是我在想第四条道路。哼，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第四条。你且说来。这刽子手横死，化作怨灵，是必然的事情。那既然他生前斩首100余人，那为何不掘着100余人的坟墓，激其怨气，结100颗头颅，与恶灵相斗？不知天高地厚，伏魔降妖，灭鬼奸邪，为的就是度化。你不但不思度化之道，反而还要激其怨气，本末倒置，罔顾人伦。先生，有些东西横竖是无法度化的，何不加以利用啊？大禹治水一之，色为下策，书为上策，这镇压即为色，岂非下策？哼！先生，灵气而气，怨气而气，灵气处于丹符，可以劈山填海，加以利用。这怨气也可以，为何不能加以利用啊？那我再问问你，你如何保证这些怨气为你所用，而不是戕害他人？我尚未想到。你若是想到了，各世家就容不得你了。滚！去藏书阁抄1000遍李泽篇。谢谢。王姬，你去，将他带到藏书阁，不抄1000遍，不准离开。是。小二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跟我们说没房啊？客官，咱们也是没有办法。今天啊，突然来了个排场很大的公子，把整间客栈都给包了。不是他们的人，一个都不能留。所以，几位客官还是到别的客栈歇息吧。小二，哎，客官来了。按照您的吩咐，房间都打点好了，其他客人我们也都让他们搬走了。请将这几支香囊置于我们金公子房中，里面置了切碎的药材，可以免受蚊虫侵扰。绵绵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怪不得公子会喜欢你呢。说什么呢你？哎，你可得弄得细致点儿，我们家公子可不是小门小户。尽管放心，尽管放心。哎，走，我们上去看看公子的房间。哎，客官，您这边请。原来是兰陵金氏，想必也是来听学的。途经采邑镇，落个脚吧。师兄，这金氏就这几个人，就把客栈全占了，还要把我们先来的给赶走。这镇上其他客栈又全满，我们别无去处了呀。绵绵姑娘，这香囊可否赠我一支啊？你是何人？谁让你叫我绵绵的？都是他，他叫你绵绵，为何我不可啊？
你是何人？不许这么叫我。不许也行，那要不然，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，我就不叫你绵绵了。为什么你问我，我就要告诉你？在问别人姓名之前，请先报上自己的姓名。好说好说，我说了，你记住了啊。我叫远道。远道。远道。绵绵，记不清是哪位世家公子的名字，看他的仪表和气度，好像也不是无名之辈。你戏弄我啊？怎么了？你想想，青青河边草下面一句是什么？青青河边草，绵绵思远道。你怎么还说出来呀？谁撕你了？真不要脸！看绵绵姑娘是从兰陵金氏来的吧？都说兰陵金氏的姑娘美若仙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有罪画蛇。在下云梦江氏魏婴，魏无羡，去到姑苏兰氏听学，途经采衣镇休沐。同为仙门中人，绵绵姑娘定不忍我们露宿街头吧？哦，原来这位远道公子还有另外一个能听得入耳的名字。不过，这房间嘛……绵绵，反正公子也代表那么多人，这些房间空着也是空着，而且还是他们先过来的。既然如此，魏公子不妨住下，倒也不用我家公子知晓。多谢二位姑娘。也只有你这种轻浮浪子行径，才能在姑娘那儿讨到几间房。啊，师姐，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？江城，我姑且认为这是你对我的嫉妒，还有羡慕。你们两个要不干脆在这里打一架？不过师姐，绵绵口中的金公子到底是谁啊？还能是谁？年龄跟我们相仿的，又是兰陵金氏的，除了金氏最小公子金子轩以外，还能是谁？只是不知道这位金公子是不是像小时候一样花枝招展啊？几位仙士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店的房间不够了，这几间房也劳烦您空出来。金公子，这就是采衣镇最好的客栈。是啊，公子。再好也没法跟金陵台比啊。这椅子，咱们金氏都是用黑檀木的；这茶杯，咱们也都是用的孔雀绿釉瓷器。这是陈茶。去客房看看。公子，这边。原来是云梦江氏。想必金小公子也是前往姑苏兰氏听学的吧？哎，怎么说话呢？我们公子是金公子，什么金小公子啊？哎，江公子也是路过此处？我们要在此地休沐。那可真是太不巧了，这家客栈的所有房间都被我们兰陵金氏给包了。你们各位还是另寻住处去吧。喂，可是我们先来的。先来的有什么用？这话你跟店家说去。反正这家客栈我们包了，我们公子可不想跟一些杂七杂八的人挤在一起。这兰氏听学，
每个仙家只能带寥寥数人。这金小公子洋洋洒洒带了这么多人，是要干什么？我们都是公子的侍从，怎么了？哦，这兰陵金氏排场果然很大。只是我听说这姑苏兰氏家规严格，十分清苦。这金小公子浩浩荡荡，连随从都带这么多人，魏婴真的很担心。金小公子，你吃不了这份苦啊！阿信，师姐，我只是给他一个友好的提示而已嘛。敢对我们的公子出言不逊，云梦江氏的礼仪何在？我哪个字不逊了？你说出来。还有，说我就说我，不要带上云梦江氏啊。阿信、阿成，收拾自己的行李，我们另寻他处。金公子，告辞。公子，您的卧房是在隔壁。向姑娘恕罪，我走错房间了，冒犯了。何来走错一说啊？这整个客栈的房间不都是你的吗？早就听闻兰陵金氏极重风度礼仪，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这个金子轩真是骄矜成性，就是招摇的像个花孔雀一样。只是可惜了，我连天子笑的酒壶都没摸到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着酒？你没看见阿姐的表情吗？也不知道江叔叔到底怎么想的，为什么非要让师姐跟那个花孔雀结亲啊？姑苏兰氏规定，前来求学的子弟没有拜帖，不得进入。哎呀，小哥哥，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。我们的拜帖是不小心弄丢的，绝对不是故意丢的。而且，你看我们这几个活人都站在这儿，还能有假吗？这位公子，没有拜帖，我无法确认你们的身份。你看现在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，你总不能看我们露宿街头吧，对不对？要不这样，麻烦你去请一下你们家主，他见过我们师姐，一看到便知道我们说的是真的。那请诸位先在此等候。等到酉时3刻，我换房之际，再请。酉时3刻，这太阳都快落山了呀！阿信，不得无礼。哎呀，但是师姐，父亲嘱咐过，无论何时，不能失了分寸。先退出山门，再做打算吧。
二公子，您回来了。何人炫话？哎，这个蓝二公子，想必就是蓝氏双璧的蓝忘机，蓝氏家主蓝曦臣的弟弟。那他一定能让他们进去。这是，先抬进去吧。怎么死的这么惨？死？我看倒不像吧，倒像是中了什么邪术。邪术？啊，蓝二公子，在下云梦江氏家主江丰眠之子江澄，家姐江厌离，师哥魏婴魏无羡，久仰蓝二公子大名。过奖。蓝二公子，我们不慎遗落拜帖，如今天色渐晚，露宿不便，烦请蓝二公子通融一二。没有拜帖，不得入内。蓝二公子，我们一路自云梦而下，连续舟车劳顿，终于在日落之前赶到了云深不知处。你就因为一张拜帖把人拒之门外，也太过于刻板了吧？没有拜帖，不得入内。蓝二公子，我们是不小心丢的，绝对不是故意的，通融一下吧。找到再来。蓝二公子，这太阳马上落山了，这采一阵距云深不知处20多里，你现在叫我们回去找，也太强人所难了吧？哎，蓝二公子，实在不行，我们那个，你已经被蓝二公子禁言了，非蓝氏之人不得解，要熬一炷香的时间方可解开。这蓝二公子真的不近人情。这云深不知处的公子可真不错。还是一梦好。那天我来这儿。阿姐，你就别担心了，他只不过是回客栈取个拜帖而已，不会出什么事的。我是怕阿姐，金子轩就是那样，你别太放在心上。我没有放在心上，不过以阿羡的性子，我怕金公子会为难他。只要他不招惹别人，别人怎么会为难他？他指不定现在跟什么绵绵、什么远道在一起了。阿成，你知道阿羡遇到正事时从来不会胡闹的。蓝二公子，师姐，江城。怎么没有人啊？怪不得没人。
这结界就是拿来破的嘛。哼。这么巧啊，又遇到了。蓝二公子，这么晚出来看月亮啊？蓝二公子，我是来找我师姐他们的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拜帖我找到了，就在我怀里，我给你看。破坏结界，触犯蓝氏家规。啊！夜归者不过某时末不准入内，触犯蓝氏家规。私带酒入内，触犯蓝氏家规。蓝二公子，我呢是第一次来到你们姑苏蓝氏，许多规矩我确实不太懂，但是我发誓，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。而且我这不是也着急找江城和我师姐他们吗？哎，这样吧，你就放我进去看一眼，我就看一眼，啊？这样吧，天子笑，我分给你一坛，当做没看见我，行不行？欲脉通执法者，罪加一等。哎，蓝公子，不至于这么不通情理吧？你之前在山门口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我禁言了，哎，怎么说你也有一点责任吧？啊？嗯。想不到这个小古板功夫这么好。我今天还有事要忙，不陪你玩了。蓝湛，你陪我天子笑。你转身。啊？哦。这什么啊？姑苏蓝氏家规。这么多啊！把酒放下。既是来听学，算算你今晚触犯了多少蓝氏家规。我说，还好我没生在你们这么古板可怕的姑苏蓝氏。这云深不知处进酒，那我不进去，坐在这里喝，总不算破禁吧？
冥顽不灵。这各大世家的女修，谁不仰慕这大名鼎鼎的蓝二公子啊？真是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他们不知道，自己倾慕的对象是一个冷酷无情、不通情理、刻板迂腐之人。没关系，待我回云梦之后啊，我一定会，走。叔父，此人死状奇异，之前还从未见过如此情况，像是中了什么邪术。忘记是否只带回这一具尸首？最近，姑苏周围的各世家皆有来报，说是时常有修士不知所踪，我便让忘机下山查看。此人便是姑苏兰氏之前的一个外姓门生。邪术，叔父，何人在外喧哗？兄长，魏公子，这云深不知处，不比莲花坞。规矩是多了些，你初来乍到，不知者不怪，但也不能因此坏了云深不知处的规矩。这罚呢，还是要罚的。至于怎么罚呢？忘机，你看吧。家规300遍。忘机啊，你且先解了魏公子的禁言。小伙伴，哎，邹君，你听我说，蓝湛他说的一点也不准。蓝湛这个小古板，能说3个字，绝对不说1句话。我来说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傍晚我们一行人到达云深不知处门口，才发现忘记带拜帖。但是按理说也不能怪我们呀，要怪就只能怪金子轩那个花孔雀。哎，总之就是我们到了山门口却无法进入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孤身一人去找拜帖了。这姑苏的天子笑，天下驰名，我买2坛酒总不为过吧？谁知道我一口还没有喝，就被蓝湛给打碎了1坛。我还没有让他赔我的天子笑呢，他倒好，还禁我言。魏公子，无论如何呢，你也是破坏了蓝氏的规矩，你也不能怪忘机打坏了你的酒坛。再者，江姑娘和江公子也是忘机向我说明了原委才。兄长，
我师姐他们进来了。他放进来的。看来你也没有那么的不近人。喂，蓝湛，你不是吧？就算我向你道歉还不行吗？好了，魏公子，既然是误会一场，那就回去歇息吧。邹军，他死了吗？为什么要蒙着白布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但是今天下午在山门口的时候，他明明还没有死啊。刚才我和你说的话，你都听明白了吗？是仙都，温情明白。我会让温潮带你前去，带你进入隐身不知处。不过后面的事情就要靠你自己了。你给我记住，阴铁的碎片和大梵山的那块是一模一样的，你应该不会忘记吧？把它找出来，带回来。仙都，我说，阿宁他自小体弱，不知可否让他随我一同前往。你是怕他在不夜天受到亏待不成？温情不敢。罢了，随你去吧。温宁体质特异，也许在查探的时候还能助你一臂之力。多谢仙都。明日动身，下去吧。是。你们看，此人虽然看起来像一个死人，摸起来也像一个死人，但是还是会受到灵力波动的影响。他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死人，最多什么？我也说不好，不过倒像是失去了灵识。摄灵。傀儡，没错，他就像一个傀儡，像是一个可以被人操控的傀儡。王七，兄长，王七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傀儡一事，兄长与叔父似乎心事重重。我刚与叔父详谈，虽然各种原因尚未分明，但是可以初步推断，应该是有人试炼邪术所致。如果真的如我们猜测的这样，那这个人
野心不小，而修士的失踪，可能也只是个开始罢了。兄长有何计策？现如今也只能先行探访了。但如果……兄长，罢了，有可能是我想太多了。王继，你再去查一下修士失踪的事情，但切记，切勿莽撞行事。是，兄长放心。你也从未让我担心过。自从父亲去世以后，你也愈发成熟稳重了。有时候我也在想，是否对你要求过高了些。兄长操劳，忘记分忧而已。此次听学，你跟着我也是好事。各世家弟子与你同龄者众多，你也是时候应该多交些朋友了。其实我觉得那个魏公子就不错。他虽然有时候愿意做些出格的事情，不过为人聪明伶俐，性格也活泼开朗。王姐，这魏公子是不是功夫不错？你们交手不分胜负？笑什么？仙都，我是在笑，现在这些傀儡不过是个试验，阴铁能做到的还远远不止这些。是吗？如果仙都不相信我，不相信这枚阴铁的威力，又何必这么大费周章的抓来这么多修士来试炼这枚阴铁碎片呢？岳阳，在我面前敢这么说话，真是不怕死。薛阳不怕死，只怕活着没意思。你帮我找到其他3枚阴铁碎片，去制服其他世家，也算是不枉此生了。仙都可别忘了，我对称霸天下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的要求在第一次上不夜天之前，面见仙都时就说过了，还望仙都莫要忘了才是。你放心，等我收集齐4枚阴铁，定会让你完成所愿。那就先谢过仙都了。岳阳，大范西姑苏东岳阳北，这最后一块阴铁究竟藏在何处？仙都可别忘了我们之间的承诺。等您什么时候让我去拿岳阳尝试的那枚阴铁，我再来告诉您这最后一句吧。
糟了，拜礼要开始了。天地自然，方书之大宗；兰氏崇教，开宗明义。明本、辩问、极言、勤求，此四则为诸子戒。遵师令。兰氏家规，凡3500条，曰：不可习歪门邪道，不可私用暗器，不可滥收学徒，传非其人，不可私藏利器。沐浴后须更换衣物，没额易于归宿自我，不可擅动他人没额，没额不可作他用，不可配绫串珠等有声之物，腰配物不可过3。不可私自修改衣衫，不可擅动他人财物，不可起贪婪之念，念完不得几个时辰，不可有觊觎之心，不可存猜忌之意，归宿言行，不可妄议他人，不可诋毁他人，不可言语粗俗，不可举止无端，不可说离间之语，不可言而无信。尊师重道，敬长尊贤，长者若立，不可擅坐，长者坐，方可坐。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。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。不可骄奢淫逸，不可贪图享乐，不可攀附权贵，不可趋炎附势。心怀正道，我来的不入路上邪道，发现了一只金雀，足足追了3天呢。不修邪术，怎么样？不与妖邪为伍，校长，不为诡道争辩，金色羽毛啊，可不是。坚守正义，不可强横无理，比如说，不可目中无人，不可争强好胜，不可轻视贫弱，不可欺凌弱小，温公慎德，执辞持下，内藏我志，不视人际。这小古板这么记仇，不可玩物丧志，不可荒废学业。兰陵军士拜礼。兰陵金氏金子轩，拜见先生。先生迷论太虚，不屑俗物。家父特意为先生广寻天下之经典，便就《河洛经史书》一套，并用金线编成，还望先生不屑。雍容华贵啊，花儿不是。别疼。清河聂氏拜礼。清河聂氏聂怀桑拜见先生。
怀桑代聂氏向先生进献紫砂丹鼎一尊。哎呀，清河聂氏副使孟瑶，特代表聂宗主献上紫砂丹鼎一只。紫砂古拙庄重，质朴浑厚，正如蓝先生传道授业之品格。哎，这是谁呀？请先生不弃笑纳。他就是那个孟瑶。哦，这孟瑶便是金宗主的私生子吧？听说他曾前去金家认亲，结果被踹下金陵海，后来才投到这清河聂氏的门下。同为金宗主之子，这待遇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！安静。作为聂宗主，手下有一得力副使，今日一见，谈吐温文，果然不凡。这紫砂望之不俗，正是蓝先生的喜好。多谢泽无君。公子，请出示拜帖。拜帖，云深不知处，无拜帖不入，无通行玉佩不入，迟到不入。这就是我们岐山温氏的拜帖。救我！仙都有命，派我暗中查访，不宜打草惊蛇。我们不要这样张扬。温情啊，温情！你们这些旁门小职就是畏首畏尾。我告诉你，对于岐山温氏，这还不算张扬。在下云梦江氏江城江婉莹，奉家父之命。长这么大，我今日才知，这姑苏兰氏的门这么不好进。不知温公子远道而来，兰氏有失远迎。百年间，温氏从未参加过兰氏听学，温公子此次前来，不知仙都有何指教？兰宗主，你这就错了。温某不是来听学的，只是来给你送个人。再说了，岐山温氏从来都是教化众生，自然不需要来这兰氏听学。真是嚣张。那既然如此，温公子，你又为何特意前来呢？哪儿来的鼠辈？鼠辈不敢当。云梦江氏魏无羡。庶子也敢插嘴？我师弟江城刚才在行拜师之礼，岂能容你大呼小叫？你们岐山温氏就是这样教化众生的？好，今日我便让你看看我们岐山温氏是怎么收拾那些不听话的东西的。温公子，
一言不合而已，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云梦将士不识礼数，不教育一下，未免世人说我辈没有规矩。蓝氏双臂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温公子，今日乃云深不知处拜师听学之日，还请温公子自重。岐山温氏温情，奉仙都之命前来听学。温情与弟弟温宁第一次来到云深不知处，有些规矩尚且不知，还请蓝先生与蓝宗主海涵。既如此，便收下吧。温公子，拜礼已成，请前往精舍休沐。明日听学之时，请准时来到蓝氏。这次岐山温氏竟然派人来听学，真是罕见。还有那二公子温潮亲自来送。这温潮平时便倨傲无礼，十分霸道，今日一见更有甚至。所以说，魏兄你实在是厉害，敢跟那温潮对峙强生的，除了你，怕不会再有第二个了。怕他作甚？与这种恶人斗法，那才是其乐无穷呢。哼，魏兄，我要有你这样的胆量就好了。哎，哼，他这胆量可真非一般人能比。哼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想要练胆量，首先得会玩。玩？怎么玩？我可以教你啊。咱们可以把这云深不知处玩了个通透，如何？后山有条溪涧，咱们可以去摸鱼。魏兄，此话当真？那是自然。行了，别再误人子弟了。魏无羡，明日便正式听学，你可别忘了，罚你抄的家规还有260遍呢。你又来了，你就不能不提这事儿吗？魏兄，我听说蓝氏季兄，季兄，是我，是我，嗨，一定没听见，耳朵不好。魏兄，你居然敢去招惹大名鼎鼎的蓝湛蓝二公子！我来蓝氏这么久，见了他也只敢绕道而走。这算什么？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晚上还跟他干了一架呢。你跟蓝忘机打架？魏兄，你可真是嚣张啊！哎呀，我跟你们说，
你们俩是不知道昨天晚上那个情境多么的激烈。夜黑风高，我翻了那个墙，拿着一瓶天子笑。哇，蓝湛到了。叔父，兰氏举办听学以来，温氏从未派子弟来过。此次虽说只是来了温氏旁系的一对姐弟，只怕也是别有用心。西臣啊，来者是客，不论他们目的如何，我们只要以礼相待，小心防备便是。叔父说的是。西臣，你还有顾虑？是叔父。侄儿在想，温氏以火行法，而那些傀儡，不知是否有所关联呢？温氏登临仙都以来，行止愈发乖张，其先府不夜天有如一城，门下客卿无数。近几年，更是横行无忌，恃强凌弱。如若这摄灵一事真与仙都有关的话，恐怕就不是你我二人能够决定得了的了。泽无君，孟公子，孟公子，拜礼已散，还不回去歇息吗？孟瑶特意前来拜别泽无君。拜别？孟公子，不如盘桓数日再走啊。孟瑶为聂氏客卿，还是早些回去的好。既如此，西臣不便多留了。孟公子。聂宗主为人光明磊落，赏罚分明，只要是有功之人，他必不会亏待的。孟瑶记下了。适才拜礼之事，多谢泽无君转还。言重了，你我都是同辈之人，不必行此大礼。孟瑶告辞。怎么这样子？就是啊。看我！哎，文兄，我都被你赶跑了，鱼。哎，你继续，你继续，你继续。哎，给我，丢给我！哎，给我！聂兄啊，你不帮忙就算了，我好不容易给你抓一条鱼，你还给我放跑了。哎呀，我说魏兄，我们清河多山少水，哪像你们云梦啊，全是平湖大江。再说了，我们有法术，抓鱼哪需要亲自下水啊？你抓鱼还要用法术啊，多没意思呀！你让我带你玩遍姑苏，
玩的不就是上山下河的乐趣吗？这么一说，也有道理啊。那咱们继续。哎，不要吵，嘘。哎呦喂，好多的鱼啊，聂兄！哎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魏兄，救命！魏无羡，哎，鱼，你看后面，你看鱼，哎，左边，旁边，哎，嘘。魏兄，温姑娘，温姑娘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哎，你这银针不错呀。别动。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不要碰医师的银针吗？哎，只有人告诉过我，这温氏有一个女医师。心狠手辣，那是半点碰不得。温姑娘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这云深不知处，后山不能擅入。如果没有什么正经事的话，你该不会是到这里来散步的吧？那你来后山，又是什么正经事？我的事情可正经了。抓鱼喽！哎，阿成，别太累了，明日就是正式听学的日子了。来姑苏这几日，魏无羡就没有一天让人省心的。难得最后一日清闲，随他去吧。他何时才能为云梦江氏做些考虑？阿成，咱们江氏厉家先祖本就是游侠出身，崇尚疏朗磊落、坦荡潇洒。阿羡不正是这种性格吗？你也不必过于忧心了。这就是他一直讨父亲喜欢的原因吧？阿成，咱们江氏每一个弟子，只要为人正派，父亲有不喜欢的吗？再说了，你不也是这样吗？嘴里念叨他，可心里还是挂念着的。我没有。哎，你们都在啊？你又小声点。姐，你看，我，哇，师姐，这刚烤好的鱼配纯菜汤最为鲜美。哇！拿。
不吃是吧？那我全吃了啊。来，死鸭子，最后一次机会，再不吃就没有了啊！哎，你说谁是死鸭子？谁嘴硬谁就是死鸭子喽！你，好了，你们两个，阿成，阿贤，明日开始听学以后，你可不许再胡来了。我保证，就像于夫人说的那样，绝对少惹事端。哼，喝汤吧。金公子啊，请。嘘，进去吧你。其六，必须积功累德，慈心于物，忠孝有悌，正己化人，金孤恤寡，敬老怀幼，昆虫草木，犹不可伤，以悯人之胸，乐人之善，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，见人之德，如己之德；见人之失，如己之失。不彰人短，不炫己长，恶恶扬善，推多取少，受辱不怨，受宠若惊，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。所谓善人，人皆敬之，天道佑之，福禄随之。想山精鬼怪，除鬼驱邪，为的就是度化。笑什么？不许笑！除妖邪，立正法。凡入兰室，必遵循兰氏家规，不可坐无端正，不可疾行，不可喧哗，不可以大欺小，戏弄他人，不可无视他人，肆意放纵，不可借人钱财，课堂迟到。回应。在。既然你已经不用听我讲了，那我就来考考你，
妖魔鬼怪是不是同一种东西？不是。为何不是？如何区分？妖者非人之活物所化，魔者生人所化，鬼者死者所化，怪者非人之死物所化。妖与怪极易混淆，举例区分。好说，好比你身后那棵活树，沾染书香之气100年，化成人形，有了意识，作祟扰人，此为妖。若我拿了一把板斧，拦腰砍断，只剩个死树墩儿，他在修炼成精，此为怪。清河聂氏先祖所操何业？屠夫。兰陵金氏家徽为白牡丹，是哪一品白牡丹？金星雪浪。修真界新家族而衰门派第一人为何者？岐山温氏先祖温卯。作为云梦江氏的子弟，这些早该耳熟能详，倒背如流。答对了也没什么好得意的。我再问你，仅有一刽子手，父母妻儿俱全，生前斩首者逾100人，横死市井，朴17日，怨气郁结，作祟行凶，何如？不许翻书，都给我自己想。王姬，你来告诉他何如？方法有3：度化第一，镇压第二，灭绝第三。先以父母妻儿感知念之，了其生前所愿，化去执念，不灵则镇压。罪大恶极，怨气不散，则斩草除根，不容其存。玄门行事，当谨遵此序，不得有误。一字不差。无论是修行还是为人，都该有这般扎扎实实。若是因为在自家降过几只不入流的山精鬼怪，有些虚名就骄傲自满、顽劣跳脱，迟早会自取其辱。先生，我有疑。讲。虽说是以度化为第一，但是度化往往都是不可得的。了其生前所愿，化去执念，说来容易。若是这执念是得一件新衣裳，倒也好说。但若是灭了满门，报仇雪恨，该怎么办？故以度化为主，镇压为辅，不灵则灭门。暴殄天物嘛。其实我刚才并非不知道这个答案，只是我在想第4条道路。哼，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第4条。你且说来。这刽子手横死，化作怨灵，是必然的事情。那既然他生前斩首100余人，那为何不掘着100余人的坟墓，激其怨气，结100颗头颅，与恶灵相斗？不知天高地厚，伏魔降妖，灭鬼奸邪，为的就是度化。你不但不思度化之道，反而还要激其怨气，本末倒置，罔顾人伦。先生，有些东西横竖是无法度化的，何不加以利用啊？大禹治水易之，色为下策，书为上策。这镇压即为色，岂非下策？先生，灵气而气，怨气而气。灵气处于丹府，可以劈山填海，加以利用。这怨气也可以，为何不能加以利用啊？那我再问问你，你如何保证这些怨气为你所用，而不是戕害他人？我尚未想到。你若是想到了，各世家就容不得你了。滚！去藏书阁抄1000遍李泽篇。哦，谢谢。王姬，你去，将他带到藏书阁，不抄1000遍，不准离开。是。
公子，好剑法呀！哎，不好意思，吓到你了。温兄，你射箭如此厉害，怎么没有在清谈会上见过呀？公子过奖了，我天资愚钝，还请公子多多指教。哎，多多指教就严重了。我看你天赋异禀，绝非常人可比。我们就一起相互切磋，互补长短吧。对了，温兄，你怎么不去听学，反而在这个没有人的地方独自练习呢？我年纪尚浅，还没有资格去听学。魏公子，你怎么也来此地了？这个嘛，实不相瞒，我刚刚被蓝先生给赶出来了。啊？哎，说来话长，先不说这个了。我刚看你射箭啊，力道虽足，但是身形却差了一些。不如这样，我来给你调整调整。啊，好。来，手放低一点，前臂伸直，后肩打开，腿弯曲，瞄准目标，再下一点，再上一点。好，瞄准啊！温宁，姐，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？哦，这位魏公子，他人很好，他在指导我射箭。哎，温姑娘，我还没问你呢，我为什么老是能在后山附近看见你呢？你是经常偷偷跟着我，还是说你到蓝氏后山要找什么东西？魏无羡，你少胡说八道了。云深后山难道真有什么秘密？哎，鸡兄，原来是你啊！